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以賽亞書第16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。摩押進貢掌權者，先知哀嘆心腸啫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求阿們。今天讀以賽亞書第16章。你們當將羊羔奉給那地掌權的，從西拉往曠野，送到錫安城的山城，原文作女子。摩押的居民原文作女子，在亞嫩渡口，必像遊飛的鳥，如賊鬱的雛。求你獻謀略，行公平，使你的影子在午間如黑夜。隱藏被趕散的人，不可顯露圖文。求你容我這被趕散的人和你同居。至於摩押，求你作他的隱密處，脱離滅命者的面。勒索人的歸於無有，毀滅的事止息了。欺壓人的從國中除滅了，必有寶座因慈愛堅立，必有一位誠誠實實坐在其上，在大衛帳幕中施行審判，尋求公平，速行公義。我們聽說摩押人驕傲，是極其驕傲，聽說他狂妄、驕傲憤怒，他誇大的話是虛空的。因此摩押人必為摩押哀號，人人都要哀號。你們摩押人要為吉爾哈列切的葡萄餅哀嘆，極其憂傷，因為希實本的田地和西比瑪的葡萄樹都衰殘了。列國的君主折斷其上美好的枝子，這枝子長到亞謝，延到曠野，嫩枝向外探出，直探過鹽海。因此我要為西比瑪的葡萄樹哀哭，與亞謝人哀哭一樣。希實本以利亞利啊，我要以眼淚澆灌你，因為有交戰吶喊的聲音。臨到你夏天的果子，並你收割的莊稼，從肥美的田中奪去了歡喜快樂。在葡萄園裏必無歌唱，也無歡呼的聲音。踩酒的在酒中不得踩出酒來，我使他歡呼的聲音止息。因此我心腹為摩押，哀鳴如琴。我心腸為吉爾哈列切，也是如此。摩押人朝見的時候，在高處疲乏，又到他聖所祈禱，也不蒙應允。這是耶和華從前論摩押的話，但現在耶和華說：3年之內照僱工的年數，摩押的榮耀與他的眾必被藐視。餘剩的人甚少無幾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16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。摩押進貢掌權者，先知哀嘆心腸啫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摩押進貢掌權者，先知哀嘆心腸啫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、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14章以色列人歸回論，作歌以奉巴比倫。第15章預示摩押必覆亡，眼淚汪汪無希望。第16章摩押進貢掌權者，先知哀嘆心腸啫。想一想，為什麼先知會哀嘆呢？